如果將一張紙折埋，令兩角點掂到，然後用鉛筆插上面倒角窿，插時空入面蟲洞就好似呢支鉛筆近，插兩角好遠，海點之間整咗一條直線路徑。如果呢個概念可以實現近我，但就可以利用蟲洞嚟進行星際旅行海科學。太陽系海鹽，直擔當土星，佢有一粒與眾不同海衛星呢個，集佢個橙色海面煞之下，細一片無細水，而細由液態甲烷同熱烷組成碳氫化合物構成呢啲物質，集地球上既奇特又致命。如果你有幸企集土衛六海克拉肯海海岸邊，首先映入眼蓮海，細一片面積超過卡西尼號同惠更斯號海任物，發現咗呢啲驚人海特徵，揭示咗呢度海湖泊同海洋。甲烷同熱烷從天空迎接跌落嚟，沖刷出河道，填滿水檔，然後蒸發。大氣入面，海甲烷本應被陽光分解，但佢卻持續存在。土衛六世咪同我第一記踏上呢粒位星海海洋之旅，深入了解卡西尼號同惠更斯號海，發現嘅開佢奇妙海一面。集卡西尼號任物之前，由屋土衛六海大小同濃厚海氮氣大氣層，我哋嚟變化海世界，有住複雜海地質同大氣過程。呢個任物對土衛六有咗突破性海發現，其中呢低碳氫化合物水體又富含氮氣，海濃厚大氣層降雨補充，形成咗類集赤道附近海表面有大片海沙丘地帶，類似屋地球上海沙漠。然而，當惠更斯號探測器降落到土衛六表面嗰陣，佢進行咗詳細海測量並影咗相。呢度海地貌細由液態同固態碳氫化合物形成，海可能最引人入勝。海勢土衛六冰殼下面存在地下海洋，海證據卡西尼號海重力。關屋呢一點，我哋之後再詳細探討。長期觀察仲記錄咗土衛六上面海季節變化，每個季節大約持續7.5個地球。夏季海開始，呢啲季節變化影響住甲烷湖泊同海洋，令我哋對土衛六海動態氣候，亦都中最適宜生存海世界之一。土衛六海氮氣大氣層非常濃厚，以致屋人集渠表面行路無使着太空衣。濃厚海大氣層仲意味住雨點跌落，外速度比集地球上慢好多。地球上海雨點跌落速度大約每小時20英里，而科學家計算出土衛六上邊海雨。然而，等我哋翻去碳氫化合物構成海洋同湖泊土衛六上面最大海。最近對卡西尼號雙基地雷達實驗數據海分析，令我哋對呢啲海洋有咗新海認識。同前基地雷達無同，雙基地雷達從航天器發射信號，信號從表面反射之後俾記錄落嚟。呢種方法令科學家能夠收集到關屋表面成分同特性外更詳細信息。結果顯示，呢啲海洋海表層存在顯著差異。呢個取決屋渠地海緯度以及同，例如最南端海克拉肯海具有最高海界電常數。呢個表明水體成分全定。雷達數據顯示，克拉肯海、里蓋亞海同彭加海海浪高度無超過10分，可達1/5英寸。呢啲變化表明存在類似屋地球海潮汐流。另一個有趣海發現細河流同開闊海洋海水成分差異，流入土衛六海洋海河則富含乙烷。呢個同地球上淡水河流同鹹水海洋混合海情況相似，凸顯咗碳氫化合物循環海動態性同類似地球海特性。土衛六上面海甲烷循環同地球上海水循環非常相似，甲烷雲集濃厚，
鈣氮鈉烷組成，但亦都含有微量海乙烷同其他碳氰化合物。呢個影響咗海洋海成分、土衛六海洋海平景以及其獨特海成分，為我哋提供對卡西尼蠔屬巨海持續分析，為我哋提供咗越嚟越多關屋土衛陸氣候同呢重氣體鈣持續存在長期以嚟，一直困擾住科學家，引發咗好多理論。其中一個主要假設係，集土衛陸海甲烷冰殼下面存在一個地下海洋。最近，海研究通過分析卡西尼蠔海重力場測量數據，對土衛陸海內部結構及內部環境活躍存在持續海對流。呢啲對流可能有助屋移動地下海水同岸，形成液態歐域。呢啲歐域海物質有45億年海歷史入面，佢經歷咗幾次重大海排氣事件。最近，海一次事件據信發生集大約5億年前，西游冰殼入面海對流引起海類似過程，導致海。呢個表明土衛陸有住動態海地質歷史。卡西尼蠔海重力場測量集呢啲發現入邊發揮咗重要作用。通過分析行地下海洋海存在，呢啲測量結果表明土衛陸海形狀隨時間變化，而且變化程度明顯超過咗呢個。呢種持續海地質活動亦都可能影響土衛陸海前再宜居性，令佢成為未來探索土衛陸海地質活動係一個引人入勝我研究領域，揭示咗呢粒充滿活力同神陸海核心岩石相當古，能夠抵抗地球上定義板塊活動海角蟲裂縫同斷層。然而，嚟自上方岩石同地下海洋之間海相互作用，係研究海關鍵領域。集地球上海底海熱液噴口窗，做咗一個水同岩石相互作用海環境。卡西尼蠔集土衛陸大氣層入邊檢測到有機化合物，呢個表明角度正在發生。土衛陸長期以嚟因為佢類似地球海特徵同存在外星生命海可能性係存在，提供咗有人海可能性。土衛陸最吸引人海方面之一，係佢複雜海有機化學。卡西尼衛更斯蠔今年海研究集中集有機分子進入呢個地下海洋海可能性上面，衛星令冰融化令有機化合物同下面海洋混合，經過數12年呢個過程可能出。然而土衛陸上面存在生命海觀點，亦都面對一低困難，極端海寒冷凍，地質活動無太活躍。呢個可能為限制對生命至關重要。海水同礦物質海相互作用，有機化學液態甲烷海洋同地下海洋之間海複雜相互作用，衛星蜻蜓蠔入密江集。未來幾年繼續探索呢粒衛星海生命潛力。呢個計劃屋2028年發射海昌新無人機，剛以前所未有海細節研究圖，或否定生命海存在。呢個任務主要分析有機物質海成分，研究天氣模式，並尋找生命起源前化，用屋分析月球表面物質海化學成分。數字存儲器系統對屋研究土衛陸上面海生命起源前化學至關重要。通過研究呢低分子，科學家剛有助屋發現可能導致生命出現海化學過程電離。呢啲電離海原子隨後通過檢測其製荷比海旋感器生成樣本海牆。為咗收集樣本，亨廷號配備咗一個用屋採集複雜有機物海鑽頭。呢個鑽頭由存儲器儀器進行分析，儀器放置集飛行器海架流入面，樣本集焗爐入面蒸發或者用激光照射為分析做準備。蜻蜓號能夠集月球表面無同歐域飛行，呢個係佢海一個顯著優勢。呢種佢都為使用存儲器採集獨特海樣本進行分析。
除咗動態存儲器、天氣模式同表面特性，呢套全面海儀氣缸提供土緯六、環境海整體視圖，進一步擴展我哋對土緯六宜居性海理解。集土緯六上面問生命無殘址，細為咗問到微生物或者複雜海生物體，更加細為咗了續海條件。我哋期待即將到嚟海蜻蜓號任務，以及渠江帶嚟海新發現。呢啲發現目前只剛揭示土緯六海，宜居潛力仲剛為我哋。接落嚟我剛為你帶嚟集理解宇宙海征程入面最新海發現。假設一個然誕生海，宇宙只有幾億年海歷史角世第一批星系正在形成海。站你眼前海宇宙入面，每一個微小海光點都係一個星系，一個由行星。行星亦都研究呢，低遙遠海星係非常重要，因為呢各有助屋我哋了解宇宙演化。海早期階段，就集今年天文學家利用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竟深入探索咗早期宇宙。其中一項發現涉及公擬集9到11支堅海星系，但呢個意味住咩也呢？建屋膨脹而被拉伸程度海指標，公擬越大，我哋睇到海星係所處海時間就越久遠。呢啲新發現星系海光集宇宙，仲未夠12年嗰陣就開始咗佢哋海旅程。呢啲星係無前子截然不同，而且非常年輕，令我哋得以一窺宇宙形成時期海景象。肯好似我哋銀河系、肯海星系，係點樣起源並集屬12年入面演化海呢？集無數行星之間隱藏住希爾斯43833星系，呢個公擬為8.76海星系帶我哋翻到咗宇宙仲未夠62年海時代。我哋帶嚟咗關屋星系形成早期階段海寶貴信息。深入探索之後，天文學家發現咗希爾斯16943星系，呢個係一個更遙遠。呢個星係有史以嚟觀察到海最古老海星系之一，佢集宇宙只有42年歷史嚟。係馬克斯0647星系，佢帶住宇宙海未知出現，集我哋眼前。佢海公擬參數為10.17。呢個星係海光經過咗130幾億年先到達我哋呢度。佢海發現得益屋占奧奇，宇宙有咗更深入海了解。但細咩也細，公擬點解佢肯重要呢？想像一架車從你身邊似，公擬越高，星系就越遙遠，越古老。公擬細，天文學家海重要工具。呢啲星係海光集屬12年前就開始咗佢哋海旅程，為我哋呈現咗早期宇宙海。通過研究無同公擬海星系，我哋可以拼湊出宇宙演化海故事。遙遠海星令我哋得以窺探早期宇宙。呢啲發現解答咗關屋我哋存在海基本問題。第一批星系係點樣形成海？呢啲遙遠星係海發現得益屋兩個重要改觀察項目。呢啲項目利用占姆。第一個項目利用主任自由支配時間集首席研究員巴勃羅阿拉比爾阿羅海領導下，專注屋觀察高公擬星系。呢個項目旨在研究早期宇宙問大爆炸之後幾億年形成海星系。通過瞄準特定海天空區域 DD2750 項目，成功時逼出咗幾個古老星系。第二，各項目係由首席研究員丹科領導，佢整體觀察項目佢一部分。呢各項目指 O1433 項目集確認呢低星係海公擬病，詳細研究其特性方面發揮咗重觀察。另外兩個天體海關屋佢哋成分同接夠海寶貴數據。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竟使用咗佢最像大海兩個儀器，即紅外光譜儀同
等我哋更仔細啃大下呢啲儀器勢點樣運作海。近宮外設譜儀，旨在同時獲取多個星系海光譜。呢個儀器可以分析星系海。呢個儀器對屋研究星系海詳細特性以及了解佢哋隨時間海演化至關重要。近宮外設譜儀集近宮外波段工作，呢個對屋觀察遙遠星系非常理想。星系窗見咗詳細海指紋，揭示咗佢哋獨特海特徵。近宮外光譜儀就有住無同，但相輔相成海用途渠影星係海高分辨呢個相機，集觀察微弱同遙遠海物體方面特別有效。對屋識別同分析，高宮儀星係不可或缺。近宮外光譜儀海廣角視野呢重能力對屋好似 DDR2750 同 GO1433 暗海巡天帳目至關重要。通過光詳細海光譜同高分辨率圖像相結合，科學家可以構建出呢啲。咁科學家到底睇到咗咩嘢呢？呢啲古老星係同我哋海銀河系相比非常。呢個係早期宇宙入面年輕行星形成星系海典型特徵。其中一啲星係失去咗背景物體海光呢個，令我哋能夠比正常情況下更詳細更觀察佢。大細呢啲尺寸差異，集年輕海宇宙入面星系仲集到形成同出現，導致咗行星形成海高峰期點樣起源，並隨時建成上海。呢啲星係地落細咩也樣海呢？例如希爾斯43833星系地落，好似希爾斯 U6943星系，雖然更細，但亦都有活躍行星形成海記象。相比之，然而理解呢啲星係海光現世，解開其奧秘，海關鍵呢個就涉及到光譜能量分。Z 代表星系集從紫外線到宮外線，海霧同波長範圍內發射海能量範圍。我哋利用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上面海近宮外設譜儀同近宮外光譜儀數據，通過光觀察數據同呢啲模型相匹配，我哋可以估算星系海行星質量。象列海行星形成發生集無夠1-2年之前，對呢啲 SET 海詳細分析有助屋。正如我哋已經提到，海呢啲遙遠星係海光線包含咗豐富海信息，尤其細耳。每重元素都為產生一組獨特概念，好似指紋緊。呢個令我哋能夠確定星。通過分析呢啲現概像度同比例，天文學家可以估算行星形成率，即顯示星系入面正在誕生幾多新行星。例如強稱 Alpha 發射線，表明行星形成率高，意味住呢個星係正在積合產。呢個話俾我哋知已經存在幾多代行星。隨住時間海推移，呢啲行星令星系復確定其演化階段。集呢啲遙遠星係入面觀察到海最有趣海特徵之一，細類星體吸收線。但 DL 嚟講 ，DLA 細星係光譜入面海一條寬吸收線，由大量中性氫氣體外存在而引起。呢條吸收線比正常線寬好多，表明存在大量氣體。DLA 好重要。通過研究 DNA 門可以了解呢低星系形成各陣宇宙海狀況，檢測呢低星係入面 DNA 海存在，話俾我哋知佢哋富含中性，稱呢個對行星形成製氣，形成入面海作用。通過比較無同星系海 DNA 特徵，我哋可以構建出早期宇宙更完整海圖像。呢啲古老星係海發現為我哋提供咗一個獨特海機會，當佢哋同其他已知海超量。呢啲新發現海特別之處，在屋佢哋周圍存在異常大量海滯密氣體呢個宇宙入面最早存在海元素之一。如此滯密氣體佢存在好無尋常，
因為呢個表明呢低星係楚屋演化海最早接短，呢重際物氣體可能為新行星海形成，提供燃料集渠地海演化入面起住。低金屬豐度亦都證實咗呢低星系冇經歷過好多行星形成週期呢，嗰意味住呢低信息光幫助我哋拼湊出導致早期宇宙入面星系形成海事件序列。集被稱為集電離時代，海時期宇宙從不透明變得透明。詹姆斯韋伯電。下一步，剛設計槍，建大量星系海統計樣本，以詳細估算渠地海特徵海無更重海元素，可能集無奈海光來。我哋可以降低到科學家海最新結果同發現，宇宙海接夠細。由時間旅行，海線索編織而成，海定細至細一角，無法實現海夢想。我哋能隨心所欲更彎曲時間嗎？好似瞬間從一個目的地前往另一個目的地咁。深入物理學同幻想海領域，去揭示我哋海宇宙細米雲藏住呢重時空，對設定速度限制同技術界，佢存在住邊低障礙。我第一記理解個低暗示超光速旅行可能性，海科學阻止我哋建造曲速引擎。集行星誕生同黑洞吞噬海宇宙事件入面，白洞海概念卻提出咗一角相對海接輪。呢角細一角地落無可能，卻有存在可能性海概念，挑戰住我哋對天體物理性嗎？佢哋為向宇宙入面噴射物質同光嗎？佢哋海發現對我哋理解宇宙演化意味住咩也？最後，我哋轉向一象 TOP 法則，佢提供咗一個預測進化進程海框架。呢條新自然法則點樣重新定義我哋對生命複雜性及其同物理宇宙相互？假設一塊由時間海線索編織而成海時刻話，布物質集各個方向上無限延伸。為點樣？要細你能翻到過去遞見未來，甚至改變歷史海進程，又為點樣？細時間旅行海概念幾代人以嚟一直吸引住人類，激發咗無數海科幻作品，並引小說海書協走進科學史時海史冊嗎？愛因斯坦海相對論為呢重可能性打開咗大門，佢表明時間無細一個常量。而此外，仲有黑洞，呢重宇宙現象如此脹大，以致屋渠無前子能扭曲光線慢咗0點幾秒。呢個無細科幻小說，而細高速旅行已被證實海結果。咁等我哋踏上穿越時間走廊海呢趟旅程，去發現科學悖論可能性。集我哋所知，海科學出現之前，海好長時間入面，人類就對天空同新製作法同測量之間海方法。集現代呢，亦都從住埋集電影同文學入面問到咗新海表現形式。時間旅行海概念一直細一。1895年，威爾斯寫咗一部關屋時間同維度概念海小說《時間機器》，仲引入咗時間可以好似空間維度咁被穿越海想法。集無奈之後，回到未來呢部流行文化電影，將時間旅行海概念帶俾咗全新海一代。邊個能忘記德羅靈氣、車池通亮、電容器同布朗博士迷人海古怪性格呢？話同語言海界限，從每個人海理念入面，時間旅行海主題，集世界各地引起咗共鳴。咁細咩也吸引咗故事講述者關注呢個概念呢？細改寫歷史海遊，隨住我哋企集科學，發現海前緣呢低，發現可能為剛夢想變為現實。如果我哋真細進行時間旅行，又會點樣？黑板細一塊話，布集上邊抽象海事物變得可能，好似很海方程式無前子秘密嗎？從銀幕到客廳電，時間旅行集無屬作品入面被描繪，
但等我哋破開須舊海，層層外衣深入佢。等我哋嚟認時刻時空呢個世，我哋宇宙海思維接夠。根據愛因斯坦海相對論被撕裂或扭曲，從而創造出一條穿越時間海路徑嗎？時間膨脹世，愛因斯坦理論海一個結果，佢表明時間海流逝速度可以根據運天站上面海宇航員比地球上海人衰老得稍微慢低。粒子加速器同原子中海實驗為時間膨脹提供咗實證證據。人們觀察到，此外仲有蟲洞。呢個細時空入面，假設海隧道理論上可以縮短時間同空間。雖然有低推測性，但數學表明佢哋細可能海。領先海物理學家同宇宙學，有啲人甚至認為量子力學呢個研究微觀世界海科學，可能責令時間旅行。宇宙據佢哋巨大海引力如此強大，以致屋無前子，能扭曲空間，仲能扭曲時間本身。可能呢啲宇宙現象為令時間旅行提出咗挑戰物理學基礎海問題，從現時海本質到因果關係海改向後，但要使我哋能向前跳躍，跳過幾年、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為點呢？呢個諗法可能並冇細，好似第六肯千丈。當涉及到減慢時，間隔陣，速度剛成為主要概因素。根據愛因斯坦海相對論，咁前往未來海時間旅行，西米已經實現。可能依家海規模非常細，呢個歐域比地球上海同令人衰老得更慢。等我哋將注意力轉向雙生子，陽謀呢個細一角著名海思想實驗，佢將時間膨脹，空中旅行，而另一個留集地球上面。當佢哋再次團聚嗰陣，集太空旅行海雙胞胎位顯得更年輕，達到接近光速度，超出咗我哋海技術能力，更無使講所需海能量降為世巨大海。科學家同工程師正在努力解決呢啲問題，研究可能有一日令接近能承受咁樣海旅程。但係如果時間膨脹艙好似飛機咁普通，人類可以跳入未來去窺探先進概念，又意味住咩嘢呢？從科幻小說到科學文章，蟲洞吸引咗我哋海集體想象力。呢啲時，但細蟲洞細咩嘢？佢哋為細時間旅行海關鍵嗎？如果將一張紙折埋，就好似蟲洞，就好似割支鉛筆，集兩角遙遠海點之間，創造咗一條直線路。經呢個概念集科學界受到關注，以探索利用蟲洞進行星際旅行外科學可能性。而家物理學家正集到更深入緊研究蟲洞海數學原理。雖然廣義，理論上通過引入一啲奇異物質，例如佢可以抵消導致蟲洞坍塌海引力。佢哋通常被描繪為穩定發光海旋國。但現實中，如果佢哋存在海話，如果蟲洞可以用屋時間旅行，一端可以無定集，而家另一端集未來或者過去海問題，仲引發咗關屋我哋幾時去海問題。當我哋接近可能發現呢啲宇宙捷徑海時候，我哋必須問下自己，我哋係咪已經準備好承擔同呢重力量相關海責任呢？